后来乡亲啊，今仔日也是真寒哦，寒流的影响，透早上低温，伫个南投中寮甲桃园大溪，竟然出现2度9的低温，规个台湾岛冷死死，将做冻寒期。日时气温有较回，但是也是真寒。这波寒流会一直寒到后日礼拜。这台湾各地日夜温差拢真大，请咱的乡亲时代要特别注意。看到出日头，老大人赶紧到公园去做运动，大人嘛带囡仔出门去散步。唔管大人囡仔，这个衫裤拢是包安安，因为入冬头一波寒流继续伫发威。上个低温度伫南投的中寮、桃园大溪两个所在自动气象站，测到的温度是2.9度。在明天清晨，温度会比今天稍微回升个1度左右，但是在比较空旷的地方，受到强烈的辐射冷却效应影响，温度可能会跟今天差不多寒冷哦。全台湾拢冷气机变成一粒蓝色的冷冻寒极，气象局嘛针对30日暗时到2月7透早，伫新北、桃园、南投、嘉义等12个县市发布甘仔式的警戒，代表可能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。基隆市、台北市、新竹等8县市是黄色警戒范围，可能出现10度以下的温度。气温虽然讲真低，也毋过想要冲去山顶赏识民众，有可能会失望。虽然山区的温度都非常的低哦，但是因为水汽条件不配合的状况之下，降雪的几率是比较低的。这波寒流估计要到礼拜才会减弱，咱乡亲一定要穿好袖。